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5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國的房地產。自從2021年9月份的恒大暴雷以來，中國的樓市就經歷了一個長期的一個下跌之旅啊。那這到底跌了多少？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結構性的行情。這樓市有的地方跌得多，有的地方跌得少，有的地方甚至還沒有跌，還在漲。所以這個大家都知道，叫結構性的矛盾。今天我在網上看到有人列了一個排名，是這5年房價下跌最狠的城市排名，他列了10個城市。當然了，這個有省會城市，有這個地級市。我們來看一看有沒有你所在的城市，或者是附近的城市。這文章說，他說先說一個扎心的事實，過去5年中國有城市房價跌了將近一半。這個一半怎麼說？這個只是個參考，因為有很多機構給出來的是北京跌了30%幾，深圳跌了40%幾，上海跌了30%幾。去年咱們都說過這樣的數字，但是他說全國有城市跌了将近一半，那當然了，有的城市恐怕不止一半。你比如說燕郊跌的還不止一半。作者說，他说不是某個小區腰斬，是整個城市腰斬。作者說，根據國家統計局70城數據，然後又對比安居客、鏈家的成交數據，整理了一份全國房價下跌最狠的城市排名。剛才已經說了，這個城市最起碼是個地級市。他說看完你就會發現，有些城市的房子已經失去了資產屬性，只剩下居住屬性。排名從後往前排的，跌幅第10名的是福州，近5年跌幅41.2%，當前均價約2.1萬元每平。給我的感覺，這福州這房價還是有點貴，現在還是2.1萬。典型小區說蒼山區、靜安區部分樓盤從3萬跌到1萬8。福州的下跌是強2線城市的典型樣本。2021年的高點，福州核心區房價普遍在3萬以上，閩侯、蒼山的熱門樓盤甚至衝到了3萬5。現在呢，但是蒼山區不少樓盤掛牌價跌到了1萬8到2萬，成交價更低。福州的問題在於供應量太大，人口流入不夠。但是福州也得考慮到整個福建就沒幾塊平地方，你可以把這地圖打開一看，那福建也就是福州、廈門這麼幾個地方是有平地方的，其他全是山，能鋪開發展建設大城市的地方確實少。所以說一方面它土地供應不是無限的，另外一方面它人口恐怕也在流失，外地人到福建也少，福建人還往外跑，所以說導致它的房價源源不斷的持續在下跌，也就是造成一個供大於求的這麼一個局面。但是我想或許它會達到一個平衡，剛才已經說了嘛，因為它整個福建它就沒幾塊平地方。這是福州。第9名成都，說近5年跌幅20%左右，當前均價約1.6萬每平米。典型小區天府新區部分樓盤從2.5萬跌到1.8萬。成都的下跌很多人沒想到，畢竟成都一直是網紅城市，人口流入全國前列，樓市熱度一直很高。這不是網上有個梗嗎？叫成都的四川嗎？那2022年之後，成都也開始扛不住了，尤其是天府新區，曾經炒到2.5萬的樓盤，現在掛牌價普遍在1.8萬左右，成交價更低。成都的問題在於網紅光環退去，供應量卻在持續增加。天府新區、東部新區大量的新房供應，把二手房價格打趴下了。第8名鄭州，近5年跌幅25%左右，當前均價約1.2萬每平。典型小區鄭東新區部分樓盤從2萬跌到1.4萬。鄭州的下跌是強省會城市典型樣本。2021年的高點，鄭東新區房價普遍在2萬以上，熱門樓盤甚至衝到了2.5萬。現在鄭東新區不少樓盤掛牌價跌到1.4萬到1.6萬，跌幅超過30%。鄭州的問題在於爛尾樓事件重創信心，供應量又太大。2022年爛尾樓風波把鄭州購房者的信心打沒了，即使現在保交樓政策落地，市場信心依然沒有完全恢復。一家之言，我覺得鄭州的樓市的下跌跟全國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如果鄭州有爛尾樓的事情，那其他地方也有爛尾樓影響。
在我看來，爛尾樓影響不是主要矛盾，還是供大於求，房價虛，相对於收入來說還是高了一些。如果你擔心買房子買到爛尾樓，那你可以買保利，到现在什麼中海，他們畢竟到現在沒有爛尾新房，你怕買新房爛尾，那你買二手的房所見即所得。所以說我怕爛尾，這個只是一個次要原因。第7名是天津，近5年跌幅跌了28%左右，當前均價1.5萬每平，這比鄭州還便宜啊！不是，比這個福州，鄭州是1萬2，天津是1萬5。典型小區武清、津南等遠郊從1.5萬跌到8000，天津的下跌是環一線城市典型樣本。曾經天津靠北京後花園的概念，房價炒到了高位，武清、津南等遠郊區域房價一度衝到1.5萬以上。現在說武清不少樓盤掛牌價跌到8000到9000，跌幅超過40%。天津的問題在於北京限购放鬆後，天津的外溢需求沒了。這倒也是，以前北京人買不了北京就去買天津，現在北京限购鬆綁，天津的房子自然沒人要了。第6名是石家莊，說近5年跌幅32%，當前均價9000元每平米。石家莊的下跌是弱省會城市的典型樣本。說作為河北省會，石家莊的存在感一直不強，經濟總量、人口流入、產業支撐都撐不起高房價。2021年高點，石家莊核心區房價普遍在1.2萬以上，遠郊區域有8000到9000，現在核心區跌到9000到1萬，遠郊區域跌到5000到6000。石家莊的問題在於沒有產業支撐，人口持續外流，年輕人要麼去北京，要麼去天津，留在石家莊的越來越少。這倒也是，年輕人在石家莊幹什麼？整個黃河以北，實際上你要真要說整個長江以北還有幾個人口流入的城市，大家仔細去扒拉指頭算一算，整個長江以北，把那南京、武漢、重慶这些卡着長江的都不算，真正長江以北的城市恐怕都是人口在流出吧。第5名是九江，35%左右，約7000元每平米。說柴桑區部分樓盤環比跌幅達到7.57%，九江的下跌是3、4線城市典型樣本。2020年3月，九江柴桑區環比跌幅達到了7.57%，環比這個環比跌7%，那就太狠了，對不對？相當於1個月就跌這麼多，是全國跌幅最大的區域之一。九江的問題在於庫存高企，去化周期超過36個月，房子賣不出去，業主只能降價，越降價越沒人買，形成惡性循環。第4名是南京，你看南京、長江都是，南京、九江都是騎着長江，近5年跌幅47.3%，当前均價約2.5萬每平米。典型小區江北新區從3.5萬跌到2萬。南京的下跌很多人沒想到，畢竟南京是新一線城市，經濟實力強，人口流入也不錯。但過去5年，南京房價跌了將近1半，尤其是江北新區，曾經炒到3萬5的樓盤，現在掛牌價普遍在2萬左右，跌幅超過40%。南京的問題在於供應量太大，預期透支。第3名武漢，近5年跌幅47.7%，當前均價約1.3萬每平米。典型小區光谷從2.5萬跌到1.5萬。武漢的下跌是強2線城市裡最慘的。2021年高點，光谷的房價普遍在2.5萬以上，熱門樓盤甚至衝到3萬。現在光谷不少樓盤掛牌價跌到了1.5萬到1.8萬，跌幅超過40%。國家統計局2020年4月數據顯示，武漢新房價格同比下跌8.7%，二手房同比下跌9.9%。武漢的問題在於供應量太大，人口流入放緩。武漢給我的印象是什麼？50層、60層的這個新房，也太嚇人了。咱們節目還介紹過，對吧？武漢有的地方房子蓋50層住宅樓。第2名蕪湖，近5年跌幅49.5%，約8000元每平米。蕪湖的下跌是弱2線城市的典型樣本。2021年高點，蕪湖核心區房價普遍在1.5萬以上，熱門樓盤甚至衝到2萬。現在核心區跌到8000到1萬，跌幅接近50%。蕪湖的問題在於沒有產業支撐，人口持續外流。年輕人要麼去南京，要麼去合肥，留在蕪湖的越来越少，房子沒人要，價格自然撐不住。第1名那就是鶴崗，對吧？當之無愧啊，近5年跌幅70%以上。
當前均價858元每平米，指的是向陽區典型小區，部分老舊小區單價跌到500到600元。鶴崗的下跌不是新聞，是現象級的存在。2020年4月最新數據顯示，鶴崗向陽區二手房均價858元每平米，鶴崗新安區二手房均價1338元每平米。一套50平米的房子總價才3萬塊，不是首付，是總價。你花3萬塊買下一套房，殊不知買的是每年都要往里貼錢的深坑，物業費、取暖費、維修費，一年下来好幾千。而這樣的城市不止鶴崗一個，雙鴨山部分小區700到900元每平米，七台河600到800元每平米，宜春部分小區均價500到700元每平米。這些城市有一個共同點，人口持續外流，產業空心化，房子多人少，房子已經失去了資產屬性，只剩下居住屬性，甚至連居住屬性都很勉強，因為年輕人都在走，是一家之言，仅供參考。因為他說的是一個大致情況。我的印象是什麼呢？這個作者列了這麼多城市里面，前10名里面，我們以長江來說，那全是長江穿過的城市，南京、芜湖、九江、武漢。九江排第5，南京排第4，武漢排第3，芜湖排第2。為什麼沒有安慶？他這說的是跌幅，不是絕对的房價。那跌幅，那說明安慶是什么？它以前漲也沒漲得太過分，所以它跌也不算太過分。反正安慶的房子，我的看来啊，因为我就在安庆，大量的房子沒人住，空着的。所以說以長江為線，往北的可以說這人口都在流出，除了北京恐怕其實人口也在流出。從作者列的目前這前10名的城市房價來看，我感覺還有跌幅，還有下跌空間，甚至這下跌空間還不小。但是我们還要強調一下，咱們的房地產是個結構性的矛盾。什麼叫結構性矛盾？未來北京、上海、深圳，甚至杭州，甚至合肥這些地方，它有的地方，它就是這些城市的有些核心區的房價恐怕還不會跌，或者是它的豪宅恐怕下跌的幅度很小，甚至還要漲。為什麼？所以說我們不能忽視，咱們現在叫 K 型發展，跟碳基相關的都不行，都在萎縮，都在慘。但是跟硅基相關的，人家確實在賺錢。你比如說，現在很多企業排隊在香港上市，它講的都是硅基的故事，都是算力、人工智能、半導體、芯片。你說這些企業它一上市之後，多少員工會跟着後面賺錢？多少都有點股份，是不是？這些員工一賺錢之後，雖然人數可能不是特別多，但畢竟是有。那這些人一賺錢之後，他就有買房改善生活嘛。大股東、二股東賺得盆滿缽滿的，難道他不在當地買套房嗎？那你還指望他買個100平的是吧？普通住宅，他買的都是豪宅。所以說我們就會看到那些上海、杭州、深圳豪宅恐怕還是日光，你還得排隊，還得驗資，什麼1億一套的是吧？什麼10萬一平米或者30萬一平米的房子，可能還有人要排隊。日光這個現象，我相信未來會越來越多，你會看到。這就是那些踩中了這個硅基風口的人，他們所在的企業上市了，從資本市場賺到錢了，或者是他們的企業踏踏實實也賺到錢了。畢竟全球要在算力這塊、算力基建這塊投資都上萬億美元一年了，那這些錢總得有人去賺。那中國就有很多企業從中分得一杯羹，那這些老板或者員工他的獎金就拿多了。或者咱們再說這個 SK 海力士吧，還有這個三星，你看他們獎金發那麼多，員工發那麼多獎金，那對當地的房價肯定是支撐。這些人，对吧？如果明年再發這麼多獎金，後年再發，那他們真的要買房，小房再換大房子，那你說他房價不就頂住了嗎？他現在房價穩住了，他就房價就要漲。他如果現在房價再跌，他就能穩住。畢竟海力士有那麼多員工，你說3年給他發1000萬的獎金，他不買房嗎？幹什麼呢？所以在大國，在咱們這也有很多硅基企業跟這相關的行業，到時候獎金發得多，到時候他上市了，股權給得多，都有可能造成一小部分富人，這些人就是豪宅接盤的主力。但是這些人也不會太多，是吧？所以說對整個的房價不會構成一個全面的支持，它只對那豪宅。至於鶴崗這地方，那你只能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裡算哪裡。而全國像鶴崗這樣的城市會越來越多，因為畢竟硅基的這些企業它不可能在你這些地方，就在你這地方也很少，一般的都在1線城市或者至少是杭州。說大的範圍呢，恐怕就是在長三角或者珠三角，
所以对我來說，我個人認為這個作者說的這些，當然他這是一家之言，不一定很準。實際上很多城市我感覺比這還慘。他這說的是地級市以上的，你比如說跌得最慘的實際上是北京和上海周邊那些小城市。你北京以這個燕郊為例，那跌幅不可能是50%， 80%都有。還有河北的什麼涿州的，河北的什麼廊坊、香河，就是环京這些小城市，那房價跌的現在無人問津，它有掛牌價，它沒有成交，你賣不掉。那上海一樣，上海周邊是不是那些上海自己外环外的房子都賣不掉？你说靠着上海周邊的那些地方，什麼江蘇啟東是吧？那很多地方的房子现在也是有價無市，那跌成這份上，有很多自媒體博主去報道，那恒大開發的上海叫什麼威尼斯還叫什麼？不就在江蘇啟東嗎？那房價跌到裡面荒草都長得有人那麼高啊！所以說，北京、上海、杭州，還有深圳、環這一線城市周邊的以前火的地方，現在慘得一塌糊塗。你比如深圳後花園，就是惠州，那惠州房價跌的，对吧？那以前2萬的，現在都是5000。那碧桂園在惠州有大量的樓盤，恒大也有，它一開發都是從1期開發到10期，還10幾期啊！這些地方跌幅不比他所列的這些福州這也不厲害得多嗎？所以說，這都是一家之言。所以我們要注意了，也就是人口流入的城市，現在房價跌幅要慢一點；人口流出的城市，房價跌幅會加快。人口流出的城市，這房價什麼時候止穩、止跌，這都是個謎，甚至它能不能止跌都不知道，跌到哪裡誰也不知道。我們以鹤岗為例，你鹤岗你說500一平米，你買不起嗎？但凡在鹤岗有個工作的，他不只是房子買不起，3萬一套，那為什麼還沒人買呢？也就是呢，它一點價值都沒有了，這就是供大於求。有很多跑到鹤岗買房的炒作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從南方跑到鹤岗去，真買到房準備在那兒定居的有，但是也都已經離開了，因為他扛不住，本地人都扛不住，太冷，一年6個月的是冬天，你能受得了嗎？剛去第1年、第2年恐怕比較新鮮，南方人第一次看雪，過了2年之後就扛不住了，要離開。還有好多人是投資的，在那兒，因為那一陣子不流量大嘛，好多人跑去都不去，在網上直接对吧，遠程買，買完之後指着翻倍賣掉，現在全部套住。你5萬買的，現在2萬往出賣，否則沒人接。你要自己拿着，你還交物業費、暖氣費。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樸素的道理：好的資產，人家是不會賣給你的，人家願意把資產賣給你，你就要聽故事，你得問人家，你為什麼要賣這麼好的東西？但他跟你說，我家孩子要上大學沒錢，或者我們家孩子在美國是吧，要買個小房子，沒辦法我才賣，否則不能賣，是吧？你求我也不賣，加錢我也不賣。好的資產一定是這樣子的，那種降價往出甩的資產肯定是有問題，是吧？好東西誰不想拿在自己手上？他坐在那就能錢生錢的事，他為什麼賣給你？所以等到你接盤之後，你再賣，你只能再除以2，是吧？你是1000一平米買的，你现在只能500一平米往出賣，否則賣不掉，沒人接。所以全国有很多城市都要像鹤岗這樣，因為它人口在減少，人口在流出，供大於求，房子太多。我們再看看半月談5月28號刊登一篇報道，這個報道本身也就是能說明問題。它是2020年第10期，標題叫多地建設的第一高樓為啥都成了半拉子工程。文章說，過去一段時間，一些地方熱衷於上馬展示度高、標誌性強的大項目，競相建設區域第一高樓，希望以超高建築地標塑造城市封面，完善功能布局，提振片區發展能級。然而，多地投資達100億元級的摩天大樓陸續被爆出施工擱淺、長期閒置等問題。這些半拉子工程建設工地懸在半空，不僅沒能成為城市名片，反而成為地方政府的燙手山芋。他說，近期東部沿海某城市第一高樓爛尾地塊由新業主接盤後，據稱將轉型建設為宜居社區，有望迎來重生。這個曾要打造700米中國第一高樓的項目，因企業資金鏈斷裂而淪為爛尾工程，長期難以收場。這是東部沿海到底哪個城市？他沒說。700米啊，我還不太記得，應該不是天津，天津不能叫東部沿海，是不是？這並非孤立，在西部某國家級新區，一座設計高度500米、投資100億元的地標建築，在施工至280米後停工，至今
已逾2年。這座原本有望成為都市形象名片的摩天高樓，如今卻成了天際線上難以消除的城市疤痕。半月談記者梳理發現，一些承載地標功能的摩天大樓頻頻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北方某城市計劃建設高度為597米的北方第一高樓，但由於當地政府前期對開發企業實際投資能力調研不足，對潛在風險研判不夠，項目相繼出現投資額反覆調整、資金鏈斷裂、債權糾紛，工程停擺達10年之久，直到2025年才重新啟動建設工作。我知道這個說的應該是天津半月談，它就主要說的是现在各個城市都是在建的這些地標性建築，這些超高樓紛紛爛尾，陷入停擺。為什麼？其實挺簡單的，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沒錢了，但凡有錢他都不會讓它停工，因為這個超高層建築摩天大樓是城市的臉面，也是這個城市繁榮昌盛繁華的一個象徵，甚至也是地方主觀的一個政績。就是这樣，叫城市名片。你怎麼證明你這個地方發展的好啊？搞3個高樓往那一戳，你比如說上海浦東，立馬氣場就不一樣了，格調就不一樣了。摩天大樓它就是起這個作用。所以在過去這個地方政府有錢的時候賣地嘛，那時候房地產是蒸蒸日上，是吧？不行我就賣地，錢不就來了嗎？来了接着蓋，就這麼個邏輯。這個城市的名片就更加亮麗。但是現在由於樓市低迷，是吧？地方政府地都賣不掉了，地方政府連發工資都困難。現在地方政府在為地方債，是吧？為這種各種保民生已經焦頭爛額，他確實沒有錢再花在這個爛尾樓上面，就超高層建築這一塊，所以只能看着它爛尾。有的人說，那怎麼着找點錢給它蓋起來？你这錯了。這種動不動投資幾百億的這種大樓，你把它蓋起來，說不定可以借錢，你再想辦法政府發債。但是這玩意這個摩天大樓它的維護那是個大問題啊，消防是吧？各種防震，各種包括後期運營。這個摩天大樓一般的它就幾個作用，下面一半應該是有商場，在中間一部分是寫字樓，在上面是酒店。它一般的超高层建築都是這麼設計。那你想想，商場现在你能招得起來嗎？商場你能租得出去嗎？那萬達它現在成那樣了，寫字樓空置率那麼高，对不对？北京上海空置率是節節攀升，租金在下降，關鍵還空置，你租不出去。酒店像這種超高層建築，酒店肯定是5星級的吧，或者超5星，都是國際知名的這些酒店管理集團來承包。但是現在5星級酒店現在都已經慘成什麼樣了？也就是說，你把這個超高層建築給它建好之後，它就很有可能是空着的。即便你勉強把它租出去，那你恐怕你的每年賺的錢還不夠運營的費用，還得往裡搭錢。地方政府能受得了嗎？受不了，還得燒錢。如果說這個超高層建築就那麼簡單的能救活，那王老板也不至於他把500個萬達要甩賣。王老板500個萬達商場，他那個酒店是不是都是5星級的，已經甩給富力都拖垮了。你再搞一個比萬達還要大的體量的這麼一個超高層建築，地方政府真的是沒那個錢了，有那個心沒那個力。西部某開發區管委會幹部說摩天大樓建造往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加之後期高昂維護成本，會對地方政府財政和開發商造成巨大的經濟壓力。一旦在建設和運營中受到市場需求、經濟波動等因素影響，超高層建築項目就容易難產爛尾，空置率居高不下，摩天大樓閒置浪費，超高層建築運維壓力大，僅電費、電梯費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一些超高層建築不僅未能成為空中聚寶盆，反而在建成後就患上摩天大樓病。中部地區某超高地標建築就被爆出出租戶因物業收費和租金貴等原因退租，最終因空置面積過大、出租率低、租金難以覆蓋運維費用，運營陷入困境。受訪專家和幹部認為，多地第一高樓建設爛尾問題，表面上看是市場和企業行為的結果，但深層次原因在於一些地方政府發展觀和政績觀存在偏差，導致跟風追求高大上的地標建築，招商引資把關不細、不嚴不實，
項目前期論證不充分等做法，為各地城市建設敲響警鐘。城市建設必須遵循發展規律，杜絕盲目攀比跟風。一些超高層地標項目停擺，淪為閒置資產，絕非偶然個案，而是部分城市發展過程中規劃短視、盲目追高、熱衷形象工程的體現。一些地方不顧自身經濟體量、人口規模、產業基礎和市場承載力，一味比拼樓高，熱衷上馬超高層地標。各地應嚴格限制建設超高建築，需立足自身資源，禀賦和發展階段，科學布局重大城建項目，堅決杜絕貪大求高、華而不實的盲目衝動。就以我所在的安慶為例，安慶他也搞了一個萬達。在我的印象中，萬達好歹你得在省会城市，你跑地级市搞萬達，那除非是珠三角。結果他在安慶搞了一個萬達，那萬達我看到現在還沒開張嘛，爛尾了，好像外面看還是蓋好了，但是好像一直就不招商。你說安慶的萬達，你就是蓋好了，也是閒在那兒，和天津和那蓋超高层建築是一個道理。天津現在又不是寸土寸金，对不对？你要寸土寸金，那你也蓋超高层。所以说这些爛尾的超高層還是幸運的，就地方政府及時止損，不蓋了，帶它進行破產清算盤活改，這還是好事，這叫止損。有的城市它已經蓋好了，這才叫麻煩。很多城市超高層建築已經蓋完了，它接下來運營就源源不斷的往裡扔錢，那是一個資金黑洞，那才叫麻煩。一個超高层的維護成本肯定比那個萬達廣場那成本要高得多，比一個普通的5星級酒店是不是維護成本要高得多啊？我們現在是人工智能時代，这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对这种物理空间的这种要求已经没那麼高了，對不對？也就是不需要把人聚集在一起，大家可以遠程辦公。在這種背景下，大家都遠程辦公的時候，那你這些摩天大樓實際上它的意義就不大了。那這只有一個登高是吧？你喜歡爬得高看得遠，上面搞一個觀景平台，那你把它當個旅遊項目來經營，當個景點。所以說我得出的結論就是，已經爛尾的是好事，花錢買了個教訓，以後不要再建了。恰恰麻煩的是那已經建好的，現在正在運營的這些項目，很多恐怕隨着經濟調整轉換陷入虧損，難以為繼，每年要大量的錢往裡扔，這才叫麻煩，這麻煩才開始。作為一個城市的名片，你不能讓它每天黑燈瞎火的，你總不能讓它不運營，說擅長摩天大樓關閉，說來說去都是地方政府沒錢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